睇唔睇到我後面呢個黑門市場啊？嗱，咁我後面咧呢一個民宿大廈咧，佢每套單位咧只係4400萬日元起。咁喺咁靚嘅位置嚟講咧，喺市場上面應該算係最平㗎啦。所以呢條片咧，你一定要睇晒我介紹啦，同埋分享俾你個朋友啊！呢間係黑門市場對面嘅民宿大廈，一共有11層，地下同地庫就有3間店鋪，樓上就有18間民宿。咁每層咧有2個單位，都係各部屋。而家項目嘅工程咧就埋緊尾，預期9月之前咧就可以收樓啦。咁每個單位嘅間隔都好四正，都係25.6平方米。露台嘅景觀好開揚啦，亦都好通風、好光猛。收樓之後咧，可以交俾管理公司託管啦，幫你添置家私、電器同埋擺上啲訂房平台去放租嘅。咁呢度嘅租務回報咧，預期都有7至9%㗎。咁呢度位於中央區啦，中央區一直以嚟都係大阪樓價升幅最高嘅地段之一。過去幾年嘅土地價格增長，平均都超過10% 咁多㗎。而且咧，呢棟大廈就響地鐵站隔離，10秒就到。嗱，我哋一齊嚟數下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到啦，睇唔睇到啊？就係日本橋地鐵站啊！呢個民宿嘅位置真係100分啊！快啲留言問我攞資料啦〜